但讲说，讲到刚是什么呢？讲说刚开始要的，对一年个补助交钱，对钱啊用不来，讲什么老了呀？你说个成绩有，你告诉学有。你们从大陆，然后不辞辛劳到此地，而且意志非常的坚强到此，所以我非常的高兴。然后你们大家好。我陆剧个团呢，加好多些呢，那个吧，没谁个当朝也都掐掉的。以历史而言，西藏、蒙古还有中国之间，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三届的确行哎，到那中间的个记住，当我做参谋了中间的记住掐掉的。但陆剧个那了，记住根本的强是差的要的，后了南去马塔空了，讲那了南去他的要的，在这里的强说，中间这个记住根本的是俺写的个。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但是以整个历史而言，佛教是先传到中国，所以我们同样都是佛陀的弟子，但是呢，你们是学长。俺做记住想不来。那以我而言是属于学弟。加上记住选别记住根本的呀，肯定属于。所以我以学弟的身份对学长礼敬。俺叫你说怎么在这三届的得住个现在的记住选别，叫不上要嘛的事情。那我常常开玩笑的说，我虽然是学弟，但是以佛法的知识的见解的理解而言，我不会比学长差。呀，俺特个啊的工作来给下从，的讲那陆剧个团的下乡呢，南边如果差这个样的，但特里开始下乡呢。刚开始要的，俺讲那了，南去青年个，长个节，俺小的是通送，真这个大家说的，一个节，就等于是啥呀，送的搞的要的时多。那我刚刚也有提到。以这个佛法来讲呢，已经传到这个中国大陆，而且整个中国大陆以历史而言是一个佛教的国家。那虽然现在不管是中国人或是西藏人都面临非常大的这个困难。那去年我曾经看到就是一张纸，那里面有提到有关在中国的佛教人口。里面是记载的有3亿人口这样。加上个，当我有那时了，加拿大了，特别开始这个长代明白，大概那些个光速流送起啊，真的，各路的多啊，啥差不多是多啊。那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现在在大陆，并不是那么的诚实，而且很多贪污腐败的事件发生。你叫我说刚才这个多啊？那所以说，比较贫穷的人，他们就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加拿人民的地方的民不70也被结构去了吧？对，中国大陆是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加上个。人们那个民不70也被到中国的那了，强制这个得住路到是强制到我的脚吧，到是配托呢，人们的给他判下去的。如果在这么多人口的国家中，我们大家可以去提升
慈悲的爱的想法以及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尽量去提倡，那不是非常好吗？ 뭐시 출루 즉 같이 있는다 이슈 있는다 따져 있는다 즉 참바도 짜와서 송겨래 다 산제베 최근 나네 참바도 짜와서 한디 균제 먹고지 거예요 즉 삼륜 로다 먹고지 내셔 때문에 삼륜 정다가 터네 참즈베야 직도가 다디 최캐 밀러네 집에 있네 디 판도 여대버지다 저와 여대버지 차되기도 那以不管是回教或者是基督教、道教，他们都有提到爱与慈悲的道理。那佛教跟他们不同之处是，佛教是有讲解非常多的这个道理，然后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爱所有的众生，为什么要慈悲，而且再加上非常多修心的这个内容。所以说，即使是一个非佛教徒、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这个爱与慈悲对他来讲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有帮助的。 자상가 잖아래야 대가 별로 낭수 마타코네 잖아나래야 좀 된데 까 다가는 신기 땡주 근데 몽구지 개이나라 유르체 도가 다 디게디 네 되게 콘센달레 러버이 디 아주 벽에 나는 표율 조리디 건줄 땡주 쓰기와래 다 되는 신체니 개이나라 여버디디 인지 민지 로송샤디 개좀샤르샤 就是在佛法未传到西藏之前，在中国就已经有很多这个经典已经翻译成中文了。那我刚刚也对其他的藏人还有喜马拉雅地区的人说，以西藏来讲，所翻译的这些经典，佛经我们就称为甘鸠然后印度大师的著作我们称为丹鸠那这么多经典呢，其实很多已经有翻成中文，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经典，把它当作是我们的教科书，我们必须去学这些经典。내 남주 뒤셔야 되게요. 딱 가서 들은 수사시면 나고 저거래 해야 되게요. 我平时常常对大家说明，我们现在在21世纪，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21世纪的佛教徒。 자상가 들은 수사시면 나고 수사네 샤샤 마부시키체 아니 라마로 지금 자자 견den이 자소나 어미토스는 네 등급 말을 쓰기요. 那21世纪的佛教徒，是不是我们只要拿着一个红包，然后去供养给这个说法的法师，这样就足够了吗？其实这是不足够的。대리께서 내 고야래야 지금 변해마 지금 자제 견den이 된다기 대화자는 줘야게 너무 충분히 사실 고좋아. 就是我最近听说有一些人穿着僧服，然后就广大的在发这个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书，然后就是说介绍大家怎么去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在国的个的。那其实这些人他是在欺骗你们的。俺们前两日南水早上看这音吧，南水呢送下来。 개회 신인기 천이 건져인 뒤에 쉐버체 아니 최생의 지 요도나 천이데 창마상 딱제 제세 천이 창아지도나 아니 라멘 도시샤 천이 창 연미 마셔나 최저고 도시샤 최고 졸링치 라멘 도시샤 요마다第两个要的那我们必须保持这样一个态度我们必须去找一个这个上师 然后我们头先要观察这个上师，他是不是有具备上师应该具备的条件。如果这位上师有具备的话，那我们就把他视为上师。如果这个上师我们还没办法，还无法了解他的品性什么之前，我们可以先把他当做一个法友，然后跟他做一些佛法的这个讨论。哦呀，家长啊。 나 지난주 나 남사 이지 저거 말다 이지 마실라
10년 너니 내가 대세제도 야오천년 엔디 라면 천년长도가 면도가 이 신의 상도아 所以你们也不要把我马上视为上师。明后天我会讲解佛法的道理，那时候你们要仔细的来去检验一下，我是不是有具备上师的条件。자, 다 도든 님부디 상제배 최셔야 돼. 삼로다는 줘야 지르도와. 말람 겸는 줘야 지르면도와. 总之，佛法是必须要透过学习了解里面的内容，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祈祷发愿就可以了。 자, 드는 인도 저렇게 해서 세력에 나네 상제배 최가 나라 미 삼륜 줘다. 애나 삼로 컨테스트는 요당고 위험이 대주차라 딘딘의 송셔버 때 세력에 나네 도나 싸워 제대로. 那佛法里面有提到，我们如何来改变我们的想法，提升我们的内心。对这一方面的道理，现今的科学家非常有兴趣，他们也做了一些研究。 제가 내 남주 때부터 토배 원보다 아니 제가 그 변주 주든 대주차디 내 디스기 philosopher and thinker 叫什么 thinker 性格的 삼동네 아니 야 뭐 지는 때나 패시 사이언티스트를 놓쳐야 저래 천리고 가르스는 좀 전에 랑기 아니 개론 다감 캐남지 섹세 다르 스트레싱도 레걸 달라 나이가 라온 차이 규실 민신 송샤디 천리고 삼동다다 배tum부도가 那平时呢，你们可以看在讲经的地方有很多释迦牟尼佛的像，还有17大班智达的像。那像这些人呢，我们以现代人的角度，我们可以说，他们不仅仅是哲学家，他们也是思想家，然后他们也是科学家。为什么呢？因为在佛经里面有提到，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 如炼结魔经，信受非为净，就是说，我们对佛法的这些认知，我们所做的这些主张，完全都是透过就像炼经般的，透过去烧，然后透过去检验种种的方法，才得到的结果，并不是一种迷信。大家呢，大家的教育错误。 사고로도요. 암서 전문에 중국 다루네 그냥서 다 이용되어서 당에 그 만주 역대 거는 직진이신이 되죠. 那今天在场的中国的法友，还有就是华人法友，特别是从中国来的这些法友，我想要跟你们讲几句有关西藏议题的事情。早啊로주 코네 체계유 제대유 다 다닝 로 딘다 수베 나네 땅아 개유 차상 전에 첩시 겐 겐고다 차상 망주 유두团呀레베 첩시 구치를 겐 상황 대시 总体来讲的话，我在4年以前呢，已经开始处于一种半退休的状态。 那去年呢，就是透过西藏民众的直接的选举，透过选举产生了我们的这个政治的领导人以后呢，我现在的状况是完全的退休的一个状态。네 안다보도 다 하려면 로스주 소니 타시지. 뒤주 튕글러라. 땡셔핑 예배걸리야다. 저 당고도 좀버리. 다 로스주 소니 지지. 디진라 네 삼만 남다. 니회지. 타네 강에 세야기 탑시 유구제로 제비. 从这个1997年开始，那个时候是邓小平在的时候，已经30多年的时间，我个人呢已经做了完全的一个诚恳的努力。 대배 로디드 나라 학월도야 딱 예외 로 주자 상부 링이야. 아니
这里超过蒙古其他特殊，看望等着入住的，然后传播等着钱呢，那蒙古特要的，那第一的，俺就刚刚的你们特别个团呢，社会啊这个，俺就苦读起的，参谋老个，夹叫张望起的。在过去的10多年，我已经接见过有来自于我们大陆的，比如说有声音的，或者说一些学者，还有其中知识分子，有很多佛教徒等。所以呢，我们都对他一个不共坦诚的讲到说，我们西藏以及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西藏与汉藏这之间的。共同的，我们要解决，我们共同以复地的当下，以复地的原则来去解决，来去面对。所以，因此那些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他们都非常支持我们的看法，同时来以这种共同的理念来想解决。加上啊，前两日第一的，艰难迷茫的恰恰是差的要的。자, 지난주다 들을 때 지금 레벨이 단때 배박 건드시도가 배박 건드시도가 히말라야 리뷰 미디 건드시도가 지난주 야오지 냠시비체 그래서 아니 지 샤샤를 야야 지 파수 지 맞을때 미디데 구두차인데 지기네 지난주 구두차 연구래 냠시비 야오 치러지세 那我这里向大家提出一点小的希望，你们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所以也要必须花一点时间来去观察我们所谓藏人的，以及在我们喜马拉雅一带的这些人的他们真实的情况。那这个当下呢，你们如果有需求跟我们某些的需要讨论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安排让你们去讨论。所以因此你们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必须有静下心来观察一下真实的情况。俺咱们就底下这个有，怎么人的，怎么人慢慢通就对就是要的，第一的他的要的是个，龙不可怕以内，龙不这个的。龙不的迷茫了，他的要的是这个。我通常对大众这样讲的，我们这个全球总共有70多亿人，而这个全球呢，属于这个70多个人口的，而且每一个地方都属于每个地方的人民的。可是美国啊，这个历史绝对老远，美国龙不的，美国迷茫，啥要什么就是要的，对他的要的是。아메리게 이니 Republican下的 Democratic下的他要嘛他是。我上次到美国的时候呢，我对大众做如实讲，美国有300多万人，那这个美国的真正的属于这个300多万的那个人民的，并不是他们的那个共和党以及民主党，3亿多。加上个，前两日迷茫个恰些日。但我有那种写不下下，干什么的下？所以你们是属于中国的这个人民的一部分，那必须要有权利要了解要理解那个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俺在这里传播是特别可多了，给第三这个，加拿美嘛通就做什么的，我有那时候考虑要写下个套上要的是，我有那时候的线索呢。대 랭니 제약의 남주 요리스。我通常接见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法友或者说朋友的时候呢，我都讲说，你们属于中国的是3亿人口的一部分，你们有权利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而且必须要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中国是金融是我的，当时是。是是，你们必须就是说，你们有权利。而且，讲说英语现在到谁呗？你们里面有没有会英文的？
没有，哦，都没有一个人，我只有一个。 OK. I usually is telling the 1.3 billion Chinese people have every right to know the reality. And also 1.3 billion Chinese people also you see have the ability to judge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So, so people should know the reality. Right. So, and 아다 자나 나한게 강해다. 지금 이니 미리 청룡 서그 강해도 돼지. 뭐에 내수디 심주세. 뭐에 내수디 칸람베 토네. 아니 니명 니팽기 탑람부 토네 강했어요. 가지 계속 잘하셔. 中国有13亿人口，那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呢？每一个人口都有权利去了解这个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状况，事实状况是什么。如果这些人民知道这些状况的话，他们有能力去判断和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现在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在中国有很多这个困难。那譬如说，少数民族也有在这个区域当中也有发生一些困难。那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去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困难，然后透过双赢的方式来去解决。Yeah. And 낭축 대세 십자 다 선인의 게 lập 되게 엔 캬도 섭서 제 냐라지 就是有关于佛法的更详细的说明，我将会从明天开始做说明，所以你们大家要洗耳恭听，非常谨慎的，好好的听。哦呀，谢谢，再见。